這兩條分別服務新市區跟新化區。新市區比較缺乏往西邊安南區的棒球場啊，或者是安南醫院。這次我們新闢的服務的新市區的這一條呢，主要是把新市區這個市區的這些長者啦，這些這個學生啊等等的服務呢，往西邊走那所以可以服務到新市火車站，可以去和顺轉運站，還有安南醫院。因為新化區目前已經有2條小黃公車路線，新化本來就是公共運輸的樞紐，所以我們這次也利用小黃公車驅動性高的這個特性，那開設了這個新化區內的循環式的小黃公車路線，可以讓新化區的居民呢，透過這個路線來到新化總站，再轉乘這個綠幹線以及其他的綠支線我想對於居民的這個公共運輸的服務的缺口的補足也是非常重要。小黃公車它可以開進去比較小型的社區裡面，去接送那些行動不方便的長輩去買菜啦、就醫這樣子服務，這樣比較便利民眾這樣子的服務。這小黃是做好的啦，小黃公車的車位的車費是公車的價錢26塊起跳。咱新化有這條幹線感覺做好啦。咱也要去婚禮啦，要買菜啊，要去迎空方面攏做需要。像阮太多城區的婚禮，咱就當直接去婚禮啊學生來上學的一個方便使用，再來真大的效益是咱區內的長者不管是要來市場也好要去來就醫也好還是拄好有代志要來出外，攏會當來使用這種小黃公車所以這種小黃公車開通對阮新化來講地方期待已經足久啊。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3、2、1，大台南小黃公車綠33、綠34正式。小黃公車是滿意度高達90%以上的民眾最滿意的公共政策，所以呢，對於台南民眾來講，因為地理比較大，面積又廣，所以我們需要服務比較偏鄉那但是運量又沒有達到非常聚落人沒有非常多的地方，所以說我們用小黃公車來取代大型公車，取它的靈活性、機動性，跟它對於環境比較友善的地方所以說我們對於民眾來講，享受也升級了，從大客車大巴士變成了這個小客車享受升級。對政府來講，費用減輕；對業者來講這個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說可以說是多贏的局面。我們實時檢討、實時優化，能夠採取固定班次之外，也採取預約制，能夠讓民眾都能夠有更多的這個搭乘。那這個尤其是採用敬老卡的話，是無限里程免費這中間連接了轉運站，連接了火車站，又連接了這個醫院或者是棒球場，這些對於民眾來講都是非常適合的。歡迎大家來搭乘小黃公車。另外是阮嘅歡收看8月13號中間台南電影新聞。台南人氣長長滾的吉祥物菜市仔、夜市仔推出周邊商品，引起熱調。不過有民眾到官方授權的所在購買，卻發現標籤是中國製，不是台灣製。議員沈振東的認為，市府過去強調要找台灣製，讓民眾等兩冬，主要是買到中國製紅仔，質疑市府的誠信甲推動在地產業的決心。伊潤潤的新宅，青着威士裙，頭頂還閣有菜葉啊！台南人氣 IP 吉祥物菜雞鴨，受到袂少人喜愛。也毋過有民眾開9萬塊，煞發現買到的紅仔竟然是中國製造。我花了1萬多，它一支價值將近600，我覺得我有被詐騙的感覺。台灣的吉祥物
應該由台灣來做較適合吧。6月份佇大菜市開賣菜雞鴨周邊商品，短幾工就創下賣少商機。市府開2檔時間，要落實台灣製造，大家等待結果煞是滿滿失望。甚至有民眾反映，廣告的含實際販售的版本無同款，廣告版本是 Team 台灣，摕到的版本煞是 Swiss 台灣。市長也一直口口聲聲說，是 Made in Taiwan， 需要請大家稍安勿躁。可是拿到了之後呢，結果發現還是 Made in China。那我們不禁想要知道說，其實如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如果更早推出我們菜奇亞跟葉奇亞的周邊商品，也許授權金以及我們的銷售額都會提高。檢討製造地點，然後我們這個呢會在以後的規範裡面呢，我們會透過我們相關的小組，看怎樣把這個製造地點納入規範。市長處說明，這批紅仔是授權 IP 委外廠商生產，品質有一定的保障。後續會希望廠商會當盡量找東南亞的製造商，讓台南傳統市場以及夜市仔的形象大賽菜雞鴨、夜雞鴨，不再是中國製造，避免引發爭議。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配合年底選舉的熱潮，城市的發展嘛成為各界關心的焦點。其中，台南建築不動產甲營造等10大公協會邀請立委陳廷輝嘛是台南市長參選人，以找回台南的公營感作為主題，發表專題演講，吸引大約700位產業界甲市民到場，共同關心台南後一個黃金10檔的發展方向。陳廷輝，陳廷輝。由大台南不動產建築開發公會、台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公會等10大建築相關公協會共同舉辦，針對都市發展、法規檢討以及城市建設等議題進行交流，希望透過市長參選人甲產業界對話，攜手找回台南的城市公營感。大台南建商公會主動來邀約未來的廷輝市長來為我們做專題的演講，他的主題是找回台南的光榮感。那因為我們建築產業是火車頭，那我們需要他一個有遠見的市長，然後帶動整個台南市所有的建築產業的發展，營造更好的重大建設和優良的投資環境。我們希望說，未來我們陳廷輝候選人能夠傾聽建築產業還有我們相關工協會的一些意見，然後為我們台南市未來都市的發展、法規的一些檢討以及整個城市的藍圖規劃，如何來擘畫，讓我們台南市不要只有文化還要邁向科技，甚至更着重在觀光，或者是帶動我們的一些製造業，能夠引進更多的工作機會，來帶動我們整個台南以及大台南的發展。面對台南產業轉型甲重大建設加速推進，陳廷輝提出涵蓋產業、交通、觀光、農漁業、青年、育兒甲長者照顧等面向的城市發展環境。強調台南後一個10檔，除了拼產業，嘛要兼顧城市建設甲市民生活品質。糖鐵5分車的整個農村再生的點、創生計劃的點都已經投準。現在如果把所有的點串接起來，我相信大家的希望會當來咱黑巴加氣頭，然後再來黑巴大新營都會觀光者。其實，在這個區塊，我們已經想好了，也就是我在交通器材型裡面有講到，就是我們的糖鐵5分車，你咱這個都會觀光走，講真的，差在交通，否則從我們的花卉產業園區，對咱的車寮、後壁、蘭花園區、花卉產業園區，然後再到我們所有新營，我們還有國家圖書館，
講鹽水案內隱私基地。主辦單位表示，透過這次活動，讓產業界甲市民會當更加了解市長參選人對着台南未來城市發展規劃，也借由公協會平台凝聚各界意見，持續關注都市建設甲公共政策，為台南後一階段發展找出更多可能。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全球上大商務引薦組織 BNI 台南市區10月16號將舉辦第6屆國際林業交流日，預計有超過600位企業主甲商務領袖組織。到時將邀請有花蓮經營管理大師的陳宗賢教授主講，要為南台灣的企業助力轉型甲升級的精準策略。南台灣上有指標性的商務交流盛事 INW 國際林業交流日，對2018年開始由 BNI 台南市區舉辦，透過系統化引薦流程，成功替在地企業打造實質的經濟來生還甲國際合作連接。今年活動宣布將在10月16日來登場。這次是第6屆，那我每一年都有一個主題。那我們今年的主題叫做用夢想組建團隊，用團隊來實現夢想。所以我們在這個交流的過程，彼此會分享彼此對事業的夢想。那我們透過團隊的力量，互相的交流，來協助大家完成彼此的夢想。今年有請到一位事業管理顧問，就是我們的陳宗賢教授。那不只是在商務上的對接之外，那我們也希望給這些商務人士呢，就是新的一些商業上的一些思維。這屆以台南文化國際林業跨界信任為主軸，促進文化甲產業的跨界合作。除了大師講座之外，也規劃產業電視區跨界合作媒合會，提供參與企業對接機會。我們每一年在這裡創造的商機就是20億左右，今年大概是20億，然後每一年都會增加。那我們12年來，我們在這裡從沒有到現在將近600位，我們的引薦金額已經超過100億了，100多億了哈，那也逐年在增加當中。所以我覺得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商務環境。高達已經促成超過100億的引薦成交金額，600位跨界企業主甲商務領袖，將替南台灣企業助力傳承轉型甲產業經濟升級的動能。台南新聞所在採訪報道。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隆宮將在農曆7月23日辦普渡消災祈福法會，對今仔開始開放報名。別方為了體貼上班族工作無閒，無時間來傳供品，所以冇提供代辦服務，後面將輕鬆來參與中元普渡。大台南凌霄寶殿武隆宮將在農曆7月23日舉辦慶讚中元普渡千靈團拜消災祈福法會，為即馬開始開放報名。考量到現代人工課無閒，無時間準備供品，別方推出供品代辦服務，分別是出租150，買斷500，互民眾輕鬆參與中元普渡。一盆租的150塊，150塊，迄一道5盆，當然啦，11到，不管是租的也好，用品你聽啦，這個買斷的也好，攏是一攏會公告佇咱的公單、公諸儀式走到天下，互咱眾生都知影。王大明表示，中元普渡除了祭祀中元公，也寄托民眾消災解厄、合家平安的心願。今年法會將依循傳統科儀，由玉皇上帝、玄武上帝以及眾神來做主，透過千靈團拜，凝聚信眾善念，共同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農曆7月23日來求着咱的玄武上帝、玉皇上帝，當然啦，當日主導的是普渡公，互每一位在中午1點來這個團拜普渡的科儀，上主要是安尼，希望各位一定踴躍參加。
民眾表示，透過強品代辦服務，互民眾省下採購、搬運甲準備時間，同時結合公益，將關鍵強品分散予低收入戶甲弱勢家庭，互這份強品不只身在飢餓深淵，嘛當化為幫助弱勢實際行動。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報你知，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六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基隆縣將每一檔聖誕的重頭戲王爺巡港熱烈登場，透過記號保庇漁民豐收。對此，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嘛甲濟民代貴賓做伙佇岸邊迎架記號，共同推廣這條傳統宗教文化的特色。王爺海上繞境巡江的船隊開進外木山漁港，港內鞭炮聲迎接。這是外木山協安宮多年的傳統，每年農曆6月18號持府王爺誕辰，透過盛大的繞境巡江，保佑漁船豐收，漁民作業平安。跟隨着繞境隊伍，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民政處副處長盛惠忠，跟市議員宋偉立、鄭凱琳，還有立委林佩祥秘書童義娟，跟多位市議員參選人，都來到現場祈福，見證這項傳統的宗教文化盛事。每年的6月18，我們的繞境的意思是我們講一句是禁海啊，禁海就是在海上哦，一些漁民啊能夠出海平安啊，賺錢這樣啊，保護漁民是這樣的。這個歷史在我知道已經差不多100年了啦。我們這裡出去從繞到來北縣那個深澳漁港，再繞到金山紅港哦，紅港漁港都沿途繞回來，是這樣。好棒，我覺得好感動哦！協安宮有這麼好的文化，100多年來了。然後王爺的聖誕千秋，他的生日，他還想到是所有漁民的平安，去撒淨，讓大家平安順利，捕魚的漁獲量很大。很感謝協安宮在地方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謝謝議座對我們的支持，希望大家一起守護基隆。1年1度的這個王爺繞海境哈，我想最主要原因，希望海上的一些好兄弟呢，能夠幫助我們這些漁民，能夠漁獲大豐收這樣子。對，期望大家都平安健康順利。今天非常高興來參加我們這個協安宮的海上王爺祭。那我想佑德每年都有來參加。那今天早上我也起了一大早，我們在這邊我們一起就是把船一起送船這樣子。那今天也是非常充實，那也祈求我們外木山這邊也好，還是我們漁民呢，都一切平安，大家都闔家平安。這是1年1度我們協安宮王船繞境的活動啊，跟往年一樣，還是有很多我們喜歡這樣的活動的民眾來參加我們地方上面的民俗活動啊，1年比1年越辦越好。我們也祈求所有的漁民能夠海上作業都來年都能夠平平安安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傳統慶典，還有漁村婦女準備了豐盛的在地美食，讓參加活動的遊客、信眾跟各界來賓感受到漁村的活力與熱情。產發處處長蔡富寧表示，市府將與廟方持續推動傳統文化的保存，讓各界看到基隆海港宗教文化的特色。記者黃日升、陳淑平基隆報道。為了高雄全台灣上大的半市內免費親子樂園，在8月8號正式啟用。其實園區進前是代替的貨車維修工廠，經過市府爭取活化，打造成有超過30項的遊樂設施，將成為港都親子同樂的新地標。小朋友在雲朵彈跳床上蹦蹦跳跳，一旁的秋千越盪越高，現場充滿歡笑聲。全台最大的半室內免費親子樂園——高雄親子遊樂園區終於正式啟用，一大早便吸引數千名家長帶着小朋友湧入體驗。那裡有彈跳床，有很多人在上面跳。
很刺激，好玩。我觉得很棒，尤其带小朋友来，他这邊有很多就是稍微大一點的小朋友跟小一點的小朋友的遊樂設施都有分開，就是不收費也可以玩到那麼多，我覺得就是很值得。我還沒玩到，因為人蠻多的啦。遊樂園區前身為台鐵貨車維修工廠，占地約1.5公頃。經過高雄市政府2年的積極活化，成功轉型為親子遊樂空間。不僅規劃了超過30項分齡分區的遊憩設施，更保留舊機場挑高的鋼構建築特色，並將鐵道維修的天車結構改造成天車雲朵網遊藝設施，巧妙融合多項鐵道文化與遊樂器材，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前這邊感覺就是都封閉起來，就是一般經過就覺得好像是荒廢的一個地方。不過今天來覺得有耳目一新，以後也蠻想常來的，因為在輕軌旁邊，其實很方便。對比真的很差別太大了，那個非常的感動。鐵道啊，跟鐵軌跟我們的車廂把它保留下來，也讓所有來這邊玩的好朋友們，他們知道說啊，這就是以前的歷史跟文化。同時還有新的捷運的黃色車廂。那我們把黃色車廂搬到這裡，啊，這個是全國目前唯一的木質座椅，啊，那同時未來會是完全的無人駕駛，啊，所以呢，這個都是鐵道的過去、現在跟未來，啊，那我們也讓來這邊玩的所有的大小朋友都能夠了解到，我們這個保存文化的重要。為了陪伴孩子歡樂過暑假，市府加碼規劃了氣墊水樂園，連續3個週末還會有兒童明星見面會。此外，為了傳承鐵道文化記憶，園區未來1年也會有鐵道志工導覽服務。不僅是高雄最大的親子遊樂園，同也是台灣最大的鐵道博物館。軟體的設施，我們幾位剛剛我也看到幾位廠長，還有我們台鐵的同仁義工。將要在這1年內能夠協助我們，能夠如果我們的市民朋友來到這裡，就可以來了解過去這裡到底在這50年來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點點滴滴口述歷史，這個才是真正的人文的博物館。高雄親子遊樂園系列活動將持續到8月23號。園區暑假開放時間是每週2至週日的早上9點到晚上7點，歡迎家長把握時間帶小朋友前往同樂。記者吳佩珊高雄報道。高雄林武產業園區加速開發，未來將創造至少6300個就業機會。不過因為國道10號加上今年要動工的國道7號等快速道路，未來攏會佇林武設立交流道，地方的相當煩惱。周邊道路若無提早規劃，恐驚變成全台灣上塌的交通惡夢。高雄人武產業園區加速開發中，創造至少3600個就業機會。但園區就在國道10號仁武交流道旁，且今年預計動工的國道7號高屏第2快速道路都會在仁武設交流道。地方擔憂，園區周邊的道路若沒有提早規劃，恐怕會演變成交通噩夢。現在從市區要往這邊來上班，就已經下交流道就已經開始在塞了啦。工業區廠商進駐以後，一定是上班的人一定是越來越多的。如果會塞的話，那個應該都有影響。那我們的建議就是說，國十在大社那邊要多設一個交流道。好，那往這邊往西這邊呢，八德路這邊也要設一個這個交流道。還有在國一鼎金系統那邊。就鼎立路那邊也要設一個交流道，而國道7號規劃在仁武城關路一段設交流道，還會與國道10號以及規劃中的高屏第2快速道路交匯，被評為全台最複雜的交流道。但日前公路局召開說明會，確定會重新設計仁武區的交流道，同時增闢國道10號大社交流道，來減輕仁武的交通負擔。因為其實現在目前那個國道10號的交流道其實也是太短，其實塞車也是蠻嚴重的，就是說上下班時間就已經有塞車的情形了，所以它要匯集到國道7號高屏2快，它整個的交流道那裡是應該會重新再設計的，而且在大社那邊應該會增加一個交流道，它公路局它已經有在做完善的整套的規劃，所以那天聽一聽，其實我們覺得還是覺得還 OK 的啦。
交通局說明，因應人武產業園區的開發，人口飽和，已經建請公路局在高屏第2快速道路新設八德2路交流道，市區也會增闢替代道路來分散人武的交通負荷。其中高屏2快會增設八德2路交流道，並引起公路局評估增設南向銜接國一的交流道以完善路網。短期也會由市府拓寬雙湖公園頂金一項，疏解人武三民區的車流。後續人武系統持續與各項重大建設進行界面整合，規劃通過性車流使用高快速道路，地區性車流使用平面道路，以有效分散區域開發。因應多條快速道路交匯的交通衝擊，地方各界正全力爭取更完善的配套措施，讓人武在產業起飛的同時，也能擺脫交通擁塞噩夢，打造更便利的科技生活圈。記者周福慶、吳佩珊高雄報道。雪霸國家公園擁有櫻花高溫規定76種保育類，更有8種面臨絕種的珍貴動物，所以特別甲明台產物保險簽署合約。未來3檔保險公司將提供資金甲人力的資源，協助推動各種保育動物的生態環境改善，由政府甲民間協力，共同守護台灣美麗自然生態。在國家公園署署長王成基見證下，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林文和與明台產物保險總經理唐世哲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未來3年，明台產險將提供資金與人力資源，協助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針對園區內具環境指標性意義的櫻花鉤吻鮭、寬尾鳳蝶以及蝙蝠等物種進行護育工作。國家公園管理署署長王成基期盼，借此吸引更多企業關注並投入國家公園的生態保育行列，公私協力一起守護大自然。不管是物種的保育，還是環境的這個永續這個保護事實上是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個這樣的意識所以我們不只是政府部門的一個投入，我們也是希望企業界能夠來關心這個整個環境，來關心這些物種。長期耕耘永續共生議題的明台產物保險，從前年起陸續與台江國家公園及墾丁國家公園合作推動保育工作，以實際行動落實企業環保永續責任。明台產物保險董事長史慈健一郎也親自出席簽署儀式，表達力挺。我們除了我們自己本身業績在成長之外，我們也善盡社會的企業責任。那從剛開始的，剛剛也有介紹了，我們從台江，然後墾丁，然後接下來是雪霸。那我們希望說，借由這種生物多樣性的一個保護，對不管是企業社會責任，對環境都有一個貢獻。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方面進一步說明，這項3年生態保育合作計劃，包括櫻花鉤吻鮭域外養殖環境改善、台灣寬尾鳳蝶棲地、台灣茶樹營造、蝙蝠棲地優化以及物種保育環境教育推廣等工作。櫻花鉤吻鮭經過我們長年的復育之後，目前在野外棲地已經大概18000多尾，已經相當穩定的。這個物種我們就不擔心，所以保育相當成果之後，我們要推廣所有環境教育的工作，讓我們全台灣人跟全世界更了解這個櫻花鉤吻鮭的一個物種的重要性。那寬尾鳳蝶是比較危險一點，那因為數量在野外數量相當是稀少，所以我們就選擇這個物種來廣植插樹，然後這個物種跟插樹是互相共生的。有插樹的話，這個物種回來的機會更高一點。所以我們從這個物種的一個插樹的一個培育做起。那未來會希望說能夠寬尾鳳蝶的數量能夠更多一點這樣子。那我剛才蝙蝠雖然說不是保育物種，那它有一些物種是像那個雙毛虎或是那個黃金蝙蝠，這它也是一個保育物種。只是在這個蝙蝠这個物種数量還算蠻多的，所以我們可是剛剛講蝙蝠是我們對國人來講是不討喜的，而且對國人這個物種在國內研究也相當稀少。那我雖然說所以說我們雪霸公園裡面有像這麼數量相當多這樣的物種，我們就投入這樣的一個經費來做這樣的一個保育的工作。國家公園署署長王成基表示，這一次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明台產險的合作，也突破過去單一物種的保育模式，將資源投注於整體山林環境以及多樣性棲地營造，不僅有助於提升物種存續能力，也是對自然生態永續的具體實踐。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
感謝收看8月13號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杰，咱再會。